各位好，唔經唔覺，趣味靈修又嚟到第12集啦。咁希望咧喺個最後一集，我哋嚟一個少少嘅總結。其實靈修係咩嘢咧？靈修就係我哋同神之間呢種關係上嘅建立。呢份關係係由神對我哋嘅愛開始嘅。有愛就有故事，有故事就有人同神之間呢種相遇嘅事件。呢種相遇嘅事件就一點一滴累積咗我同神之間嘅關係。所以靈修本身咧，其實係一個日積月累、細水長流建立出嚟嘅事。佢並非係一朝一夕、逐次咁樣計，而我哋需要用一個長年累月嘅時間去睇清楚呢份嘅關係。神係一個點樣同你一齊嘅神呢？而當我哋去睇到關係嘅時候，有陣時候我哋可能覺得好遙遠，甚至好抽象。點解會遙遠同抽象呢？就可能喺你生命裏邊好似冇乜嘢事發生過。我當然唔係話咧，我哋要渴求好多事件發生，而係我哋人生當中每一件事件，我又好咁交喺神嘅手中，我哋經歷佢同我一齊去面對咧。如果我肯咁樣交託生命俾神嘅時候，我同神嘅關係一定可以進深。如果講到關係咧，最容易令我哋明白嘅就係我哋同人間喺兄弟姊妹啊，喺家庭當中啦，夫妻、父母、子女之間嘅關係。我同我太太結咗婚就嚟11年啦。我太太 Lisa 咧係同我一齊喺協會裏邊侍奉，而我哋咧個關係好多次咧都係因為有好多我哋同心去面對嗰啲風浪而建立出嚟。有一次咧，我喺8號風球嘅時候，我同我太太就走出去超級市場買嘢，行到半路嘅時候咧，因為嗰個好大風嘅季節，一陣大風咁吹埋嚟，咁我太太企唔穩啦，咁我立刻咧啲時啊拉住佢嚇，然之後咧攬實佢嚇，咁我哋好感受到咧，即係當我哋面對緊大風大雨嘅時刻，我哋係同心嘅一齊面對。嗰個情景其實我覺得好浪漫，但係其實過去11年，我哋唔係淨係呢啲有形嘅風暴底下同心咁面對好多呢啲嘅事件，好多無形嘅風暴，我覺得喺協會喺機構侍奉裏邊喺種種嘅事件裏邊我哋一齊同心去面對，以至我哋發現我同對方係一個好美嘅同心並肩嘅夫妻關係，而呢份嘅關係就會一點一滴越嚟越建立深。同樣今日你同神之間有點樣建立一個同心並肩去面對你日常生活嘅嘢呢？當然啦，如果我哋講人生係由風暴組成，我哋可能覺得哇，咁樣嘅人神關係都吃力啫。但唔係淨係咁樣，有一啲係仲係好溫馨嘅關係，都係一件一件事裏面建立出嚟。我有2個女啦，大女叫婷婷，細女叫心心。有一次咧，婷婷咧就 send 咗個 email 俾我。個 email 講咩咧？佢就話咧，我幸福快樂嘅童年都係因為有了你，好多謝你以慈愛同關懷伴我成長。咁你聽落去其實好冧啊！你作為一個老豆，收到一個咁正嘅 email， 我幸福快樂嘅童年係全部因為有你，多謝你用慈愛同關懷伴我成長。喺過去9年當中，我就係咁樣陪住佢，幫助佢，同佢一齊做功課，同佢一齊溫習，同佢一齊刷牙，同佢一齊面對嗰啲佢好驚嘅狗。喺咁樣嘅過程當中，佢慢慢體會呢個父親係一個關心佢、愛佢、陪伴佢嘅父親。其實同樣今日都係咁樣，
你同神之間嘅關係有冇容讓呢啲一點一滴嘅靈修嘅事件，慢慢累積進入你心底裏邊，讓你發現神係一個以慈愛同關懷伴你成長嘅神。好盼望你珍惜以後每一日嘅靈修生活，每一日嘅靈修就係一個機會，一個機會你就與神相遇，與神相遇你係經歷到神嘅愛，經歷到神嘅愛，神嘅關係就逐漸咁加深。